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老師啊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下香港教育局將中小學分為5大類。第一類就係官立學校，由香港政府直接開辦管理，經費全部由政府承擔，免學費。咁課程完全跟隨香港教育局官方課程，教師咧屬於公務員編制，咁數量咧比較少，整體水平穩定。第二資助學校，由辦學團隊、教會啊、社團啊、慈善機構等開辦，政府負責咧大部分經費，學費全免，係香港數量最多、覆蓋最廣嘅學校類型。傳統名校大多屬於呢種。第三就係直資學校，政府提供部分資助，學校可以自行收取學費，擁有高度自主權，可以自編課程、自主招生、靈活安排教學。唔少頂級傳統名校轉為直資校。第四，私立學校完全由私人機構開辦，冇政府資助，學費較高，辦學自由度極高，部分走本地課程，部分接軌海外體系，適合追求個性化教學嘅家庭。第五種就係國際學校啦，主要面向外籍人士、海外回流家庭，採用 IB、A-Level、AP 等海外課程，學費高，教學語言以英文為主，極少使用香港本地 DSE 課程。升學主要對接海外大學。咁香港名校知多啲，關注 Winnie 話你知。